大年初六咁祝大家咧就係六六大順嘅。咁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中山市西區嘅旗江橋啦。咁啊後邊咧就係興中廣場啦，而我面前咧就係修建復建當中嘅呢一個咧就係富華酒店嘅。咁啊大家睇睇呢一個現場嘅畫面嘅。咁啊，除咗咧就係富華酒店之外咧，其實旁邊嘅國際酒店咧同樣係有名嘅喎。咁啊，睇翻咧響旗江河畔啦，咁除咗係普通嘅遊客市民自拍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嘅網紅啦響度咧就係自拍當中嘅。咁佢哋咧自拍咧當然咧就係呢一個直播啦嚇，因為直播帶嚟咧就係無限嘅流量嘅。咁啊，旗江河畔啊，呢度咧就係著名嘅地標咧就係旗江橋嘅。而前面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興中廣場啦。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六咁啊，所以祝大家啦就係六六大順嘅。咁啊呢一個背景咧係相當之靚嘅。咁我諗住咧下一次咧廚房咧都係用呢一個咧就係做背景都唔錯嘅。咁啊前面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摩天輪啦。咁啊，興中廣場嘅 A 座啦，就係最有人氣嘅啦。咁啊，現場咧亦都係聞到啲啦，就係臭豆腐嘅味道。唔知道大家凌晨通行嘅時候咧，有冇經過咧？就係旗江橋啦。因為旗江橋啦，凌晨咧就會開橋咁，所以咧要兜路行嘅。咁而家我行到過嚟咧，就係興中廣場呢度啦。咁啊，興中廣場咧有個市集喎，相當之熱鬧嘅。你睇就係興中廣場呢個市集嘅情況，非常之多嘅美食。咁啊，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六啦，咁所以祝大家啦就係六六大順。咁左手邊咧就有非常之多嘅市民遊客啦喺度打卡啦，右手邊咧就係一啲美食嘅攤檔啦。咁啊，對面咧同樣開咗啲咧就係美食攤檔嘅。咁啊，同上一次呢一個咧就係國慶黃金週差唔多啦。咁啊，現場嘅裝飾啦，亦都係非常之有呢個農曆新年嘅氣氛喺度啦。咁所以咧，同上一次啦，就係國慶黃金週嘅裝飾咧，就係有所唔同。左揀右揀，究竟咧就係揀邊一檔嚟到購買呢個靚食咧？嗱，咁啊呢一邊啦，有呢一個魷魚啦、魚蛋啦。咁而呢邊咧就係蔗汁。中山過大年，貪尋好滋味。咁啊睇睇咧，就係面前嘅牌坊咧就係咁樣寫嘅。咁啊，前面咧見到一個咧就係非常之大嘅 LED mon 啦。今年咧就係馬年，咁啊農曆新年嘅裝飾咧當然係以飛馬作為主題嘅。嚟自咧就係興中廣場嘅呢一個咧就係馬年啊農曆新年嘅裝飾。其實咧咪除咗呢一個咧就係興中廣場嘅馬年裝飾之外咧，咦喺我背後呢度咧見到一間咧就係麥當勞啊，就係麥當當啦。咁啊而家咧就係麥當勞啦，就係翻譯為咧就係麥當勞啦。咁啊麥當勞咧就係以前一種港式嘅翻譯。不過咧，咦似乎麥當勞咧，似乎呢一個翻譯咧會比較咧就係原始啲啦，比較有味道啲啦。咁我入去咧就係麥當勞呢一度咧就係買翻一個咧就係雪糕食先。咁而家睇睇咧就係宣文西路步行街嘅情況啦。宣文西路步行街咧就係經過裝點一新啦。咁啊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六，咁啊依然咧係咁多遊客啦，就嚟到呢度咧就係參觀瀏覽嘅。咁啊不斷啦喺度咧就係拍照留念啦。咁有人知道咧啲遊客咧係嚟自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定係廣東省以外城市嘅啦。咁喺現場咧擺放咗非常之靚嘅花朵啦，有啲芭蕉葉啦、玫瑰花啦等等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值得打卡嘅一個位置嚟嘅。金馬騰躍香山城2026中山市新春文旅嘉年華。咁啊，非常之多嘅遊客咧，就係湧入到咧，就係宣文西路步行街呢一度嘅。聽到啲咧就係賀年嘅歌曲啦。咁啊，賀年歌曲一聽到話咧，成個人就感受到咧，就係農曆新年嘅氣氛啊！大年初六咁啊，時間嚟到咗啦，就係北京時間嘅19點，即係夜晚7點鐘嘅。見到咧非常之多嘅花燈啦。聽到一首咧就係迎春花，咁啊而家咧我就穿梭響呢一個咧就係人群當中嘅，感受咧就係呢個步行街新春嘉年華。
哇！成個步行街咧就係裝點一新啦，迎接呢一個農曆新年。咁啊，見到啦，好多嘅遊客啦，喺度咧就係打卡影相啦。咁啊，我記得咧就係上一年嘅呢一個美食攤檔咧，就擺咗喺街道嘅中間位置嘅。今年咧，似乎咧將佢移師到咧就係興中廣場嗰邊啦。咁啊，覺得咧就係呢個安排都非常之唔錯嘅。嗱，現場啦，好多遊客啦，不斷喺度咧舉出呢一個手機啦，就係影相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工作人員亦都係維持緊呢個秩序嘅，確保咧就係遊客市民嘅安全。行到過嚟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商業博物館呢一度啦。商業博物館而家似乎仍然維持開放喎，俾呢一個咧就係遊客市民參觀嘅。咦，睇到啦。咁啊，商業博物館啦，現場呢一個咧就係營業時間嘅。咁啊，商業博物館農曆新年延長咗呢一個營業時間啦，所以大家可以睇住呢個時間過到嚟呢度參觀嘅。咁啊，呢一個位置啦，就係上去啦，就係煙墩山嘅。咁啊，我都好耐時間啦，冇行過上去煙墩山啊。咁啊，而家咧煙墩山塔啦，就係有咁呢度咧就係行上去啦，就係煙墩山嘅。以前呢度兩旁咧係售賣一啲精品啦，呢度售賣精品係非常之平靚正嘅以前。咁啊，呢一條巷啦，亦都係非常之多人啦，喺度影相，因為咧兩旁啦係非常之多嘅靚花喺度嘅，所以大家咧都係揀呢一個位置嚟到影相啦。咁呢度咧有各種顏色嘅杜鵑花喺度啦。咁啊，呢個位置咧亦都係聚集咗啦非常之多遊客啦，喺度咧就係打卡影相嘅。一啲可能就係人造嘅背景啦，人造背景方面咧都唔錯嘅。呢度咧有張中山市嘅地圖啦。顯示咧就係中山市各個鎮區嘅美食嘅。小欖鎮有呢一個咧就係菊花啦，咁菊花刺身之外啦，仲有沙溪鎮嘅蘆兜粽啦、大煎堆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大涌鎮紅博城啊，咁啊除咗食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商業啦，神灣嘅禾蟲，哇，非常之多，非常之吸引啊！石岐乳鴿啦，呢一個肯定最出名啦，沙溪球肉啦。哇！真係睇到啦，都係食指大動，流晒口水嘅。南朗鎮嘅橫門水蟹、民眾鎮嘅碌鵝、石岐乳鴿、中山脆肉丸。呢個咧就係中山美食地圖啊！今年咧就係農曆新年啦，步行街嘅呢一個安排咧做得非常之唔錯嘅，因為佢將上一年咧本身喺中間位置嘅呢啲美食攤檔咧就搬遷到咧就係孫文西路兩邊啦，咁啊所以啦。中間位置就留俾行人啦，就慢慢欣賞呢一個改建咗之後、修復咗之後嘅步行街嘅，慢慢去欣賞啦。呢一個咧就係空間亦都比較大啦，咁所以今年嘅安排做得非常之唔錯嘅。咁啊，睇到呢一個咧就係充氣版本嘅 Q 版財神，係咪有啲似聖誕老人嘅造型咧？咁嚟到咗啦，就係中山美食遊曾經介紹過嘅中山酒文化博物館啊。佢話啦，咁如果嚟呢一個酒文化博物館度咧，千祈唔好揸車過嚟。一個非常之大嘅酒程。睇下揾唔揾到啦，就係傳統包裝嘅石岐美酒先。佢寫住個糯米酒，見到啦，石岐美酒，但係咧唔係舊嘅經典包裝嚟嘅。咁啊，似乎啦見到啦，而家石岐美酒嘅包裝咧就換咗啦，冇咗以前嗰種經典嘅包裝。咦，我見到啦有神灣鴉記山嘅神灣啤酒喎。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嘅。咁啊，中山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著名嘅品牌咧，就係咀香園嘅。咀香園咁啊，入邊咧有非常之多嘅美食，都係經典嘅傳統嘅杏仁餅啊！杏仁餅啊，我見到啦呢一種咧就係傳統嘅包裝嚟嘅，最傳統、最經典嘅包裝杏仁餅。有啲人咧就係外出旅遊啦，或者出國嘅話咧，就會買翻啦非常之多嘅中山杏仁餅，拎出咧就係國外咧就係送呢一個親朋戚友嘅。呢一個咧就係縮水版、迷你版。咁啊當然啦，就多咗其他嘅好味喺度啦，花生醬啦等等嘅。
咁力求咧就係推陳出新。咁啊，下邊咧就係一啲做杏仁餅嘅模啦。咁啊，現場示範製作咧就係中山嘅杏仁餅啦，酒香園啊，非常之有名嘅杏仁餅。酒香園杏仁餅，齒頰留香。呢一種咧就係過節嘅氣氛啦，過年嘅氣氛啦。少唔得咧就係中山杏仁餅。呢一幅嘅背景畫咧做得相當之靚。咁當然啦，咀香園除咗杏仁餅出名之外啦，佢嘅月餅啦，仲有啦就係鳳梨酥、核桃酥、蛋卷等等，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啊，同時咧，喺呢一個咧就係文創打卡呢一個區域啦，安排咗啲台凳啦，俾啲嘅顧客啦、遊客嚟到休息嘅，順便可以睇到窗外嘅孫文西路步行街嘅大概情況。年初一忘記過去錯失，年年有今日個孫仲整多個失。一到初二祝你可以萬事如意，日日如是揾多啲 say sorry， 赤口都唔使鬥氣，你就我就你又就嚟初四，所有貴人 call 你衝六七，以後每一個節日祝你假期當樂日。句句噱頭又清心，提升你運氣福氣就近。拍拍膊頭就放心，平安會令你心。